后来这个礼拜日就是同齐咯，蔡总统再去到新北市苏院啊，甲民众来博感情，嘛帮立委的候选人于天来揪人气。我有揉过汤圆，做过汤圆，我没有搓汤。总统蔡英文甲立委候选人于天比赛输赢啊，蔡总统骹手较好，于天甲总统讲：你是阮大家的性命。现场都是普声，礼拜就同齐啊，总统食圆啊，替候选人来揪人气。另外一边，总统府109年总统贺年卡嘛出炉啊，这个去年贺卡充满喜气。副总统抗日贺年卡，这是用活泼的这个色彩。新的一年嘛是大选年，面对国民党对选民的警告讲，这摆选战可能发生2020版319两粒枪击事件，蔡总统是安尼讲的。你想一个选情稳定的人会去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吗？针对对手韩国瑜批评讲有伊的青年创业贷款的证件，伊嘛讲，他进来常常讲的抄袭，都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我们执政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。选举纷纷扰扰，无影响到蔡总统面对支持者的好心情。